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8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就业咱们聊一聊这个互联网行业这个就业现状。今天这个财经网它有一篇报道，标题叫"互联网大厂辞退中年人，吓退年轻人"。这个互联网行业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说在中国互联网行业相比较其他行业这个待遇、薪酬、工资各方面要好不少。这个是无可争议的虽然说互联网行业什么996对吧？什么卷35岁码农头发少，对吧？然后35岁码农一失业啥也不是，但是你不能否认这互联网行业大厂它待遇好，而且是咱们这个普通意义上咱们经常说这个找工作就业，互联网大厂还是大家这个比较向往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互联网行业的这个一个就业现状，实际上也能反映大家这个一个叫体感。财经网说他说在降本增效成为互联网行业主旋律的近几年，员工流动频繁成为常态，各大平台在快速扩张后的回调中积极调整组织架构与人力配置，裁员成为行业普遍现象。这个一直关注咱们这个频道的粉丝观众应该知道，这个自从恒大暴雷以后我就说了，这个互联网行业它见顶了。就是大家一定不要忘了这个背景就是大的背景，就是互联网行业见顶了。见顶主要体现在哪儿呢？第一个是这种互联网的这种高价值的用户它不增长了，它反而在下降。这个主要跟人口有关系。你比如说欧美、日韩大国，它人口都是在下降的，而这些地方对吧，是互联网比较发达的，这个互联网的用户这个 UP 值稍微高一点。有人就说了，那印度人口在增加，没错印度现在好像人口第一大国，但是印度的这个至少目前吧，它的这个互联网用户UP 值非常低。以这个管子为例就是你要在管子上看那个印度的节目，它那个点击量恨不得都几百万、上千万的一个节目但是我据说像那个印度的这个 UP 主他那个广告收入特别低，也就是说印度那个点击量观看量都不值钱。就说通俗一点，就是互联网用户的这个价值低。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就是整个的互联网从这个大的背景看，它这个人口在下降，导致这个流量在下降。因为你不管怎么说吧，一个人只有24小时，这24小时全把着某一个 APP， 对吧？它市场就那么多，人口在下降，是不是总市场就下降，对吧？这是大背景，这个蛋糕还增长不了。那这个局面什么人能改变呢？除非你有出来一个什么现象级的产品，对吧？但目前来说很难。你这个什么 ChatGPT， 对吧？大数据这个什么大模型，也就火个一阵子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我们要聊互联网的时候要记住了，这个大背景是这个流量，对吧？人口下降导致流量下降，流量一下降导致流量还越来越贵。而这个流量见顶是什么时候呢？我记得好像当时应该在2019年、2020年开始，就明显的就见顶了。从那以后所有的互联网大厂实际上都是以收缩为主就是人员这一块当然也有个别的，对吧？它逆势扩张，你不能拿这个当普遍现象。我们接着说这个财新梳理多家互联网大厂财报数据，发现近3年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公司的全职员工人数均经过较大幅度的调整。这个符合咱们经常说的互联网就流量见顶。其中，阿里巴巴、百度员工人数连续3年下滑，截至2024年底，百度的员工人数为35900人，较2021年巅峰时期减少21%。阿里巴巴人员缩减更为显著，从2022年3月31日至2025年3月31日，其全职员工总数从254900人锐减至124320人，减员幅度超过50%。我们就简单的算吧，这个阿里巴巴这3年少了12万个岗位，你阿里巴巴的待遇不错吧？少12万个岗位这个百度呢也少了1万多个岗位。相比之下，腾讯员工总数虽整体变化较小，但也经历了阶段性收缩。2022年为108436人，2023年降至105417人，2024年略微回升至110558人。这个跟腾讯的业务还有关系，对吧？腾讯有个微信所以它的流量相对稳定一点。再加上腾讯还有游戏行业震荡之下，曾享受高薪光环的大厂员工，尤其是35岁以上的职场人首当其冲被卷入裁员浪潮。有人重整旗鼓再战求职市场，有人则被迫接受职场降级的现实。你职场降级，
有人要你，这还是不错的啊。现实是辞职的，大厂被裁的这些人很多，你就是降级也没人要你，这才是现实。互联网大厂裁员后，32岁的刘明今年因部门架构调整被某大厂裁员，失业的5个月里，他持续活跃在求职市场，几乎每天都在投递简历、修改作品集、准备面试。期间，他共拿到了3个口头 offer。原本以为可以尽快重返职场，但最终这3份录用通知却无一兑现。用人单位给出的解释如出一辙。公司近期调整招聘计划，暂时不安排新人入职。他无奈地说他说我明白，这其实就是被割了，但又没有办法去追究责任。你这追究什么责任呢？对吧？人家面试了，还没有正式的给你签合同，随时可以不要你。多次落空后刘明逐渐意识到，眼下的就业市场不仅机会稀缺，更不稳定，就连拿到口头 offer 都不再意味着即将入职，这叫计划赶不上变化呀。一个企业说实话，他也不愿意这样，那都是被逼的，对吧？他不行了，本来谈好的投资，因为种种原因投资到不了，或者是投资缩水，那他只能，对吧？他人员这一块他叫卡死，叫冻结。今年33岁的杨宇比刘明更早经历了大厂裁员。3年前刚刚而立的他失去了在字节跳动的运营工作，彼时他所在的项目组因业务收缩被整体裁撤。你看，就是字节跳动，它也是这个部门变动也很大，内部调整了，对吧？表面上看它很稳定，收入也不错，但实际上内部各个部门、各个业务线恐怕也是频繁裁员呢，叫优化整合啊。失业后，杨宇重新进入求职市场，首选目标认识互联网平台。他说：“我不排斥继续做原来的事情。”他坦言，相比转行，留在熟悉的行业更具可行性。但找到下一份工作并不容易。他在多个招聘平台和企业内部通道投递简历，每天至少5封，累计上100封，但面试回复率不足10%。平心而论他这个10%其实不低啊，他是每天投5封，对吧？10天就50封，10%就是有5个面试的，这现在在目前行情比较高了吴玉则是在腾讯2023年调整组织架构时被筛出来的老员工。这一年，腾讯员工减少了3019人，占比是2.8%。吴玉于疫情前进入互联网大厂腾讯工作，当时公司处于上升期，对各年龄段的员工都比较包容。2021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互联网行业监管趋严，公司进行结构性改革，裁员风暴在各部门中展开。2023年冬季，45岁的吴玉成为部门中第一个收到裁员通知的人。他对财新表示他基本上每年都会获得优秀员工称号，被裁半年前还因工作表现优异获得了公司的期权。虽然从2022年开始，公司就释放出队伍平均年龄偏大，需要年轻化的信号，其他部门也开启多轮裁员，但从未想到会轮到我。吴玉回忆被裁时的心境，在他被裁半年后，同组一名50多岁的男同事也接到了裁员通知。我就理解不了你都50岁了，居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被裁掉，你还准备在腾讯养老是吗？干到退休是吗？在腾讯干到退休的人是少数比如说高管，比如说最起码是个总监吧。普通员工在腾讯干到退休，恐怕只能是那种，比如说司机，就是这个行政部门、保障部门这个大家都懂。业务部门很难呢。你说你是写代码，你准备写到60岁是吗？对吧？你比如说做运营吧，你做到45岁，基本上都已经过了因为现在年轻化，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应聘进来之后干个2年，恐怕就成为个小组长了。那你说人家20多岁怎么管你这45岁的？怎么管你这60岁的？还50多岁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互联网大厂也有那种叫飞升即走，就像个高校一样飞升即走，对吧？你升不上去，你就得走你不走，你在这儿，对吧？你倒是愿意在这个运营岗位干到退休，问题是公司受不了所以一裁员，年龄大的就被优化掉，这个是没办法的事这是必然。这个互联网行业它本身就要年轻化，对吧？你都搞些老登儿在那儿搞运营、搞创作，那不脱离这个社会吗？脱离年轻人吗？互联网大厂团队年轻化早已不是秘密。2023年9月，阿里巴巴集团 CEO 在其上任后首封全员信中表示，我们会坚决实行团队年轻化，4年内要让85后、90后作为主力管理者刷新业务管理团队。你看看90后都要作为管理者了，90后也才35岁嘛，就要作为总监，对吧？或者副总。那你说你那45岁、50岁的，你还在里面干个普通员工，所以也不现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教授对财经表示他说目前劳动力市场中的年龄歧视表现形式多样，在职位晋升以及劳动关系解除方面，也会将35岁设定为门槛，即35岁以上的员工无法获得晋升机会或者解聘，淘汰35岁以上的员工。在招聘环节，用人单位可能将35岁作为内部简历筛选的条件，不给予相应的求职机会。这个确实是人家也不可能，现在这个企业越来越精了他在那个招聘条件里面不写年龄，但是人家内部把握对吧？你写你45岁，对不起，你的简历人家就不看了，找个借口，甚至不通知你，对吧？就是不给你面试机会，他只通知那个30岁以下的。时刻做好最坏准备。目前刘明仍在家待业，即使已是入职新公司的杨宇，也时刻做好了再度被裁的准备。失业1年多之后杨宇终于入职了一家小型短视频公司，说白了就是自媒体嘛，对吧？现在就得适应新形势做自媒体。我发现网上还有人他瞧不起做自媒体的，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大脸。自媒体这风口都快要过去了，有人还瞧不起自媒体，你这都蠢到什么程度这个社会不淘汰这样的人，淘汰谁呢？什么叫与时俱进对吧？你还抱着老思维，还琢磨着在一个企业待一辈子，对吧？你父母都做不到这一点，在一个企业待一辈子那只有上个世纪大概50年代到60年代、70年代末有那么一批人差不多是待到了一辈子，但人数不多因为那个时候工人本来就少嘛，都是农民。后面98年大下岗，这个90几年公务员下海，你不要看现在大家打破脑袋去考公务员，这个是一个短期现象要不了几年，这些体制内的人恐怕也面临着这个优化下岗回家。说来说去就是你不要指望着什么地方可以养你一辈子，你就得变化，你就得适应这个新形势，对吧？连人社部都已经承认，对吧？什么灵活就业，什么自媒体也是一个岗位，还有人瞧不起，认为做自媒体是要饭。你就是这个脑袋是不是个榆木疙瘩？他还有这个优越感，他一个月拿3000拿5000，有的恐怕是开出租车的，他挺有优越感的。他瞧不起做自媒体的。所以说人的认知决定了你，对吧？5个指头确实是有长有短。如果你是2018年开始做自媒体，就是那个时候赶上好政策，你恐怕已经财富自由了2018年你随便拍个视频传上去，那个平台就给你钱，对吧？当然现在风口已经过去了，都已经要结束了，马上现在是叫什么人工智能，已经新的出来了。这个杨宇入职一家小型短视频公司，他观察到目前所在公司正逐步用更年轻的员工替换年纪稍大的职员。他表示公司平均年龄偏高，我周围的同事基本上都30岁左右，在互联网行业这一年龄已不算年轻。他提到公司中不少老员工离职后，空缺岗位大多由校招生补位。从趋势上看，我们公司现在更需要一些年轻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就互联网行业年轻化，尤其是咱们这种互联网行业是偏娱乐偏这种社会性的，所以说它需要年轻化。遭遇裁员后，吴玉没有立刻按照公司要求办理离职，这个为什么呢？他是根据这个劳动法说公司以员工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辞退员工，需对员工进行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才能启动单方面辞退。吴玉说，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他还咨询了专业劳动法律师和人力资源顾问。我说实话吴玉这种做法是合法的，对吧？他按照劳动法维护自己权利，但实际上他这么做意义又不大，这叫悖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按照劳动法，你不能把我裁掉，你给我再找个岗位，对吧？我再去试一试，如果还不能胜任的，你才能把我辞掉。你说一个企业都要把你裁掉了，你完了你跟企业来较劲打官司，完了企业给你再安排个职位，你就是赢了官司，你在这企业还能待得下去吗？所以这是个悖论你输了官司那更丢人，对不对？你还不如老老实实说拿补偿，你给我赔钱，对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是金子总有地方会发光，你只能这么想了，对吧？你跟公司较劲又耽误时间又费精力，你即使赢了官司，公司行给你安排一个茶水间，对吧？让你在这倒茶，哪天找个借口再把你裁掉。但是他是维护自己权利也没错，对吧？他按照劳动法来。在与腾讯进行多轮协商和谈判后，吴玉获得了满意的赔偿金和充足的求职期，这个才是相对比较实惠的在离开腾讯后，吴玉还先后向成都、上海
深圳和北京4地劳动监察部门提起了关于腾讯公司裁员的信息公开申请。像这种撕破脸了，就不打算回去了，对不对？部分求职遇阻的失业大产人选择灵活就业来渡过难关。在失业后，杨宇曾去摆过摊，开过滴滴，甚至和朋友一起在市集上卖手工饰品。这些经历让他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再失业也没关系，我已经做好了最坏准备。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啊都应该学这个杨宇啊，也就是说，一旦你失业了，对吧？你这个时候应该认识到自己，恐怕以后就是灵活就业者。你很有可能再找一份工作，但是也干不了多长时间，迟早是要，对吧？变成灵活就业者。那你还不如早点做好准备，早做打算呢，免得到时候被动。年轻人求稳成主流，大厂曾经是大学毕业生们争相进入的企业，但如今就业环境的不确定性正逐步影响新一代大学生的职业取向。上海某985高校硕士生金一向财新分享，他曾在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却在项目中期突然被整体裁撤。这一突发变动促使他放弃进大厂工作的想法，转而将公务员和央企作为优先考虑方向。他这个是一个幻觉啊，也就是说，公务员和央企目前比大厂稍微稳定一点，但是未来啊，要不了2-3年，长不过5年，公务员和央企绝对会有变化。不要迷信央企，央企也面临着裁员呢，而且央企的这个用工制度啊，比那个大厂要复杂得多。它有什么社招的，分社招，分什么内部的。来自上海某211高校的大3学生王艳正在积极备考家乡的公务员考试。他向财新表示，相较于私营企业的高度变动性，体制内的工作更加稳定。一旦进入私企，如果在35岁遭遇裁员，人到中年还要重新找工作，实在太不安稳。正因如此，他更倾向于在职业起点就选择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为未来积累安全感和长期发展空间。他这个，对吧，都是一厢情愿啊！你进入体制内，难道就进了保险箱是吗？进了体制内才叫悲哀啊，对吧？你一旦进入体制内，你没有选择余地啊。有很多人到退休都是科级干部啊，很多人到退休还是科员，对吧？顶多是什么科长待遇。你等到个处级退休就很不容易了啊！不要以为啊，你这体制内人人都跟胡锡进老师一样，对吧？那胡锡进老师那也算是雕盘雕出了贡献，那也是人中龙凤啊，对吧？加头老师就是体制内的，人家混到处级，后来出来了，现在坏了事，是个坏了事的处级干部。有很多人啊，他不太了解这个事情。原本应当更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越来越偏向求稳。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年大学生就业调研报告显示，2024年期待进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央国企工作的毕业生占73%。2024年期望进入国企的毕业生比例连年上升，近半数，就是47.7%的2024届毕业生希望进入国企工作。体制外民企对毕业生吸引力则持续下降，期望进入毕业生从2020年25%跌至2024年的12.5%，就跌了一半啊。关于就业啊，我们看一看一个叫上海滩麻衣哥，他专门拍这个中年失业的人，一个上海40岁失业的一个中年人吧，投了300份简历都没有回应，然后去考这社工，也就类似于进体制啊，就这意思啊。结果社工也考不上。大家看视频啊，尽管我们说啊，未来这个体制内央企也不稳定，对吧？很快你就会看到。但是作为年轻人，作为大学毕业生，他别无选择，他还是要去考公务员，对吧？进体制，然后进央企，这也是被，对吧，现实所迫，他是办法没得选，对吧？因为进民企那更不稳定，谁大学刚毕业都想找个稳定的工作，对吧？谁也接受不了说我未来3年5年我失业了，我就变成一个自谋之业了，接受不了啊。虽然以后被迫要接受，但是他毕竟刚毕业的时候他接受不了，所以你得容忍他有个接受的过程。虽然我作为过来人苦口婆心的劝大学毕业生或者研究生，对吧？你早做心理准备，不要想着在一个地方待一辈子。但是，对吧？等你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他需要经过社会的历练多次碰壁以后他才会明白这些。无论是央企还是这个体制内，实际上你待的时间越长，你的风险是越高。你在腾讯，你在华为，你在阿里，虽然你干了5年被裁掉了，你
还有机会去别的家去找，对吧？你就要调整一下自己，你还能第二次就业。但是你在体制内，对吧？你干了5年，如果这个时候你从体制出来了，你上哪儿找工作啊？央企也一样啊，你从央企干个5年，你出来你很难找到工作了，你已经被社会淘汰了。咱们不能说100%啊，就是大部分人体制内央企都是高度流程化，就是形式主义，对吧？你在那儿待的时间越长，你越不适应社会上什么外企啊，或者是大厂。你越在央企待的时间长，你摸鱼的时间就越多，对吧？你每天显得很忙，实际上都是形式主义，忙而没有效果。这个在民企、在私企，对吧？在大厂，这个它是不允许的，对吧？在私营企业、在民企，你要忙，而且必须有成果，得有结果，没有结果都把你裁掉了，优化掉了。所以我说啊，你在这个国企、央企体制内待的时间越长，实际上你这个性价比，你以后如果出了这个体制啊，在社会上找工作，你基本上没有性价比。98年我大学毕业，正好赶上这个国企叫下岗分流啊，实际上就是大下岗、大裁员。我们科室有一个我的校友。都在技术科，他在技术科干了10年，就是摸鱼摸了10年，结果那次裁员啊，裁掉一个就是他。大家一知道啊，就像我们那个技术科，很多人辞职都出去干啥呢？都去了私企，给人家当那个什么总工，类似这种技术指导。因为他是摸鱼摸了10年，所以他就找不到工作，后来就给当地那些麻将馆给人家看场子，很惨的。所以如果按照我的这个观念啊，我是建议大学生啊，对吧？你从上大学开始，你就得树立这种观念。我这个大学上完以后工作啊，恐怕跟我这专业没关系，对吧？我现在就得学习这种学习的能力，你一旦有了学习的能力，你恐怕就不会被行业和专业所限制，对吧？到时候你毕业的时候，哪个行业缺人，哪个行业好找工作，哪个行业工资高，我不行我就改行了，因为你有学习能力，你改行很容易。反正这个本科嘛，大学4年呢，学不学都差不多啊。然后你找到了一个好的行业，或者找到可以的行业，你还得保持一个，对吧？这种灵活机动，就是我随时这行业可能不行了，或者我这企业不行了，我又得重新找工作，我又得跨行，对吧？哪个行业好，我就去哪个行业。我为啥非要在一个行业吊死呢？这一切都需要你一个学习能力。当然了，这对很多小镇做题家来说这比较难啊，刷题刷上来的，你让他频繁跳槽改行是比较困难的，但你也得做准备。你只有这种心态，你就不在乎，对吧？你就不会被什么裁员啊、失业啊困扰。第二个就是你要与时俱进，对吧？你要盯着风口。这个马云说过吧，对吧？你赶上了风口，猪都能飞起来，对吧？你不能等到这个自媒体已经都过去了，还有人看不上自媒体的工作，你说你得有多老土啊？2000年抓住互联网的，2010年抓住移动互联网，这个2018年抓住自媒体的，就是短视频的，这些都是时代弄潮儿啊，都差不了。遗憾的是啊，未来还有没有这样的行业，这就不好说了，至少现在还没看到。如果说你非得找一个，那恐怕就是人工智能。现在关于人工智能这一块的运营创业，还是有一些机会啊，可以在这一块多留意的，关注这一块的动向。无论你现在在体制内，在央企，还是说你准备进体制内考试，对吧？或者是进央企，我是建议啊，你现在就要做好心理准备，你恐怕要找工作了，对吧？现在就要做心理建设，现在就要去学摸，不要2年以后啊，到时候慌了神，麻了爪，那时候叫苦来不及了，对吧？这个早做打算。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对吧？含义啊，只会迟到，不会缺席，对吧？任正非说，让每个人都要感受到含义，这个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